这个时候啊，我的猪哥哥看我难受，就会上山帮我采很多野蜂蜜。但野蜂蜜没那么好采的，每次他采完以后，满脸被叮的都是包呢。李爱卿对你是真好啊。说实话，朕也想有这么一个哥哥，可是在这紫禁城内，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靠不住的。你怎么了？我就是在想，我有猪哥哥真好，也不知道猪哥哥现在在殿都执行任务，完成的怎么样了，顺不顺利？你放心吧，李爱卿功夫那么高，又会易容，又懂机关，江湖经验又丰富，肯定没事的。猪哥哥，对不起，你若回来发现我对龙小弟又割舍不下，你一定会很失望很伤心吧。郡王，我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你们明珠谷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我没料到，你们这些前明的亡命之徒，居然能培养出那么多厉害的人才，不仅能混进宫魅惑皇上，还能蛊惑我吴三桂的儿子。我也没有料到，你居然派奸细安插在我明珠谷，而且还进入了朱明联盟的最高层。但是我想不明白，你既然知道我们那么多秘密，为何不上报朝廷？为何不派兵剿灭我们？这就是我为何对你们为而不恭，并且把你请进我的营中做客的原因了。愿闻其详。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留着你们，就是因为我对大清朝廷不放心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他们自以为江山坐稳了，就会对我们这些归降藩王开刀了。我必须留着你们这些反清力量来牵制大清朝廷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还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何合作？2种方式。我不坏你的事，你也别坏我的事，大家井水不犯河水。那第二呢？就是你我冰释前嫌，结为盟友，将来一起起兵反叛，打下天下后，你我分国而治。你在中原恢复你的大明国号，而我割据云贵川两广湖南湖北建国大周。如此天下虽然分了朱吴2姓，但它仍是你我的天下。如果2种方式我都不答应了，很简单，我只需要一道密奏，将你们的一切秘密告知康熙小儿。到时候我们2败俱伤，我建不了周，你也复不了明，反倒让大清朝廷渔翁得利。你愿意吗？我当然不愿意。但你吴三桂杀死了永历帝，是大明最大的罪人，我怎么能与你合作？我那也是形势所逼。大清朝廷对我疑心那么重，我不亲手杀了永历帝以表忠心，就会被多尔衮干掉，不然我怎么能保得下这么大一份实力呢？你我都是将领，咱们先联手把这江山夺回来，咱们自己的矛盾再自己解决，如何？吴三桂，你当年逼着我亲手杀死我结发多年的妻子，如果我跟你合作，你放心得下？你我都是干大事儿的男儿汉大丈夫，我相信你和我一样，不会因小失大，因私害公。那崇祯皇帝留下来的金钥匙和铜匣，我们又该如何分割呢？如今我手上有一把金钥匙，你手上也有一把金钥匙，还有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中。我的那把金钥匙，不是已经被你们用美人计夺了去吗？我们得到的金钥匙是假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也不会全体出动到你这平西王府来盗金钥匙。
这就奇怪了。琪儿进京时，明明带走的是真钥匙。晋王，你不会怀疑我这会儿在跟你撒谎吧？既然我们大家都没有撒谎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鳌拜也安插了奸细在我明珠谷，倩影所得到的金钥匙，被那个奸细给调了包。如此一来，这里边真的通匣子和这个真的金钥匙，已经落到了康熙之手。金钥匙估计是在康熙手中，但康熙手中的铜匣却是假的，真的铜匣不知道被哪方势力给调包了。啊，关于这个铜匣子和金钥匙，为了避免你我互相猜忌残杀，我们不如做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就是你我各凭手段获取金钥匙和铜匣子，然后汇总在一起打开宝藏，按各自付出分成，然后一起起兵，如何？好。你小子给我听着，如果晋王被你家老子杀了，我就把你剁成18块喂狗。范先生，晋王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待他和我父王谈妥条件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的。你老子会做善事，再恶的人也难免会做1、2件善事。晋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跟吴三桂已经谈好条件了。哦，谈的什么条件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咱们回到明珠谷以后再细谈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倩影和他娘正在给老五收尸。太子说，唐一手是为了光复大明大业而牺牲的，所以他也要在一旁为他五师傅念一卷《金刚经》。太子重情重义，我相信将来他也会深明大义。太子，你来看看，可识得此物？义父，义父，诸位师傅，这是从武师傅身上发现的。这好像是清廷之物啊。没错，这腰牌是鳌拜特制的，专门交给他最亲近的心腹。我在鳌拜的府上见到过。那这么说，唐一手就是我们苦苦追查的清廷内奸。如果他不是内奸，那他怎么会有鳌拜的亲信才有的腰牌？万幸，他阴差阳错的被吴三桂的奸细所杀。难怪小师妹那日在鳌拜府与那内奸交手，那内奸却手下留情，没有伤害他。
如此看来，当初的那个内奸，一定就是武师傅。只不过武师傅当时念及与一欢往日的感情，所以不忍痛下杀手。各位师傅，吴三桂又进宫了。不要紧，吴三桂的军中有朝廷的耳目，他们如果就这样把我们放了，他怕朝廷会怀疑他们，剿灭我们这些乱党不利，所以他就命令他的手下虚张声势，从东南西三面围攻我们。我们现在把秦氏和吴应期留下，从北面突围。晋王，怎么了？就这么把秦氏和吴应期给放了？这也是我和吴三桂谈好的条件之一。钱颖、默生，你们两个继续留在滇都。啊？我为什么还要留在滇都啊？虽然我们跟吴三桂结盟了，但是这个人阴险狡诈，不可相信。你们两个留下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可是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既然晋王如此安排了，自有他的道理，爹怎么会反对呢？爹，你不是说再也不允许我跟吴应期接触吗？爹相信你会有分寸的，而且我们都应以大局为重，一切听从晋王的安排。谢谢爹的信任。奇怪，三师傅对倩影和吴应期之事，怎么突然转变了态度？义父和三师傅的言行都有些反常，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。那个大师傅，我不想留在滇都，我想跟着大师兄一起去京城。臭小子，还想挨揍是不是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胡思乱想，一切以大局为重，再胡思乱想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义父，那武师傅的遗体该怎么处置？他不是你武师傅，他是内奸。放一把火，把他的尸体还有厢房一起烧掉。义父，武师傅虽然是朝廷的奸细，但从小对我也有养育教导之恩。如今他人也死了，也算是遭到了恶报，还是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太子如此仁义，我相信将来一定会以大局为重，会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义父这是怎么了？似乎总是话里有话，他又为何要看着吴应期说这番话？义父一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。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，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啊？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不丑，不丑。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一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
这个荷包，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。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裘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裘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。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血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血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证据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说，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内奸是谁，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盟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范蠡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。显见他的武功很高，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
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。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，他还记得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，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。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。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。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离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琪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来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那日我和六师傅在一处茶楼上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会合唐一手一定是趁这个时候把金钥匙从你身上调了包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，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但是鳌拜疯了，唐一手不可能把金钥匙交给鳌拜，现在又不幸被六师傅给杀了，这铜匣的线索又断了。也只能盼望天佑我大明能够有奇迹发生，否则找不到金钥匙，打不开铜匣，就拿不到宝藏的地图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更加艰难了。想不到五师傅跟六师傅，一个是鳌拜的奸细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，他们还在我明珠谷潜伏了那么久。10多年前，我大明即将灭亡，
当时为了保存实力，大量接收大明的流亡之士，在这中间，就难免混入了各方的奸细。既然鳌拜早就知道了明珠谷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我们？鳌拜的心思，可能跟吴三桂一样，他们怀疑康熙这个小皇帝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才留下我们这些隐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康熙小皇帝这次为了擒拿鳌拜，竟然冒险联合10多个摔跤的部库，亲自捉拿鳌拜。鳌拜若不是手上有我们这枚棋子，恐怕已经性命不保。义父，如果雪衣居士是吴三桂的内奸的话，那倾城会不会也……雪倾城是雪衣居士从小抚养带大的，他们名为师徒，实则情同母女。在雪衣居士的控制下，雪倾城很有可能也是吴三桂的内奸。所以我跟你三师傅才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如果倾城是内奸的话，那奕欢就危险了。义父，我要马上赶回京城，把消息告诉奕欢，以免他遭到倾城的暗算。好，但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雪倾城也是内奸的话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，利用雪衣居士跟雪倾城，把假消息传递给吴三桂。义父放心吧，我明白。上次单吉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一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二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，有可能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，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父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，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，所以。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父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师父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父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。她是无辜的，师父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父。锦城，我也不想看着她死，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。他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他是无辜的，我们这么对他是不公平的，师父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，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
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父，可是，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易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如果你不杀死易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易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来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斩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一名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辰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生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了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童霞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
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环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一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，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嗯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一欢，谁？哎，一欢，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。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。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，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欢儿，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重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。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放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
乾坤，闲风雨自在云端，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谈千秋，万事